有真济民众看到街友所想到的拢是较负面的，不过伫咧阳光的有民间团体培训街友来做导览员，这款活动也引进到台湾，由街友来做导览员，而且讲因家己的故事，也是一种含社会教育。好，我们往这边走哈。艋舺公园头前一堆人行来行去，是台北艋舺店看到的景象。不过，这对街友导览员娘兄来讲，煞有特别的意义。伊真正伫街仔路流动的时阵，这就是伊的一日生活圈。定拢伫一顶新树帽仔的娘兄，捌做议员的助理当16档，嘛捌伫钢铁工厂、西餐厅做3工。新冠疫情期间，人力的需求是大幅降，伊来到台北车头开始一年的流动的生活。后壁虽然伫社工的帮助之下，睡厝来安居，但是共款伫街友做导览员，分享伊过去伫街仔路流动的过程。亲像艋舺公园南边的广场，一般人只是黑白行过去，但对流动的来讲，这是关系到因敢会当吃饱的叫工作。在这边的无家者呢，每天早上盥洗完毕，吃过早餐，都会到这边等工作，到时叫工的人就会来了。真侪街友会去做工地的粗工、夜班工，这技术性较低的工课，来维持因生活必要的开销。这都是业者招揽因的所在。娘兄家己嘛捌去真侪场庙会顶头的夜班啊，佮因为安尼有机会去中南部行行咧，看无共风景。无做工课的时阵，因会伫公园行棋做娱乐，这种活动对消磨时间是特别有效。娘兄参加的街友计划是芒草心协会主办，专门培训无厝的人做导览员，互社会大众透过街友的目睭，点去熟悉城市内面的角。这个想法迄当阵提出来是一个查某工程师，伊伫英国伦敦旅游的时阵，注意到当地的特殊导览，回来了嘛，甲概念早来艋舺。那一次的参与给了他蛮大的震惊吧，然后他也一直在想说，那台湾的无家者有没有可能也可以也是一样可以做这么酷的事情。这么计划已经执行10多档，包括娘兄在内，真侪导览员伫社工的帮助之下，已经离开街仔路。但是这段参加导览培训的过程，对因的人生是真有意义。逐摆有导览活动，娘兄总是伫新树帽穿下子，表现出对活动的尊重。你无家者也有无家者尊严啊，对不对？无家者也是要被人尊重啊。毕竟大家都是人嘛，对不对？你保证你以后不会成为无家者吗？只不过说你现在有钱而已，无家者没有钱，就在这个差别啊。一般民众看街友，大多数拢是有固定印象，观感常常拢是负面的。街友在承受这歹名声的压力之下，佫较无法度向别人拍开内心。做导览员是一个自我觉醒的经验，毋若是讲家己的故事，佫较珍贵的，都是含这个社会交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